大家好，我是屈文翰，欢迎收看《修仙迄一天》，耶！来到嘉义市，我有熟悉一个阿弟仔，因兜哦是一个大家族。那休困日的时阵哦，大人囡仔拢会转来到遮。唔知影遮尔济佚佗伴是啥物感觉呢？啊无，咱进来去体验看卖。来田呢，做工课，慢干嘛的？上面去，车就车。紧点，上车。啊，你改一下，改一下，来，要出来啦，来田呢啊！呀，今晚班干嘛去咯？好，开始。汉堡、汤啊，伫遮。汤啊。大家分配看要班对平。哇，咱来慢节抓。这抓的，好。啊，这干嘛要爱亲像安尼红红的？看起来拢红啊，这条。无迄个有一点仔感觉色。哦，这就是。你看这个黄黄的。哦，看会着安尼的。嘿，啊，这会较嘛有。这条的，这条。这粒还袂使，袂使，嘿，我乃分袂出来。这粒搁会等一时啊，搁等一时。这拢看这真像的。啊，这感觉面拢是安尼洗落来下骹，啊，因为这筋安尼养分会慢慢往上，嘿，啊，这养分就会位食，所以骹位食的会较红。啊，较下骹的拢是较青。哦，遮较有养分就对啊。嘿，好，安尼我拣一下，我看我拣的敢是会使办。好啊。这粒嘞？迄粒会使。会使啊，好，你讲为遮甲扛了对对。嘿，才有一个凸凸的。好。凸起来的所在。对，安尼。会使。耶，我的第一粒。这较无红啊，这较这粒对使。迄较袂哩，迄粒较袂，你敢看会出来？这个有点黄黄。哎呀，那这较红，有无？要全这一段是好看。对。哇，像我安尼才办一撮尔，啊，安尼规抓的，足济呢。嘿啊，所以啊，足济时间来办。无，逐工拢爱来办。嘿啊，有时阵放假我拢会来遮斗相共。嘿，遮足热的，啊有时阵温度嘛会飙到40、50度。遮悬哦。嘿。敢有人逼你讲你一定爱来遮斗相共？无啊，因为爸爸妈妈都是问你看你敢要来，无甲你逼啊。你哪会遮乖？因为我以后嘛是想要做这道的。你想要做种物件就对。嘿。为什么？就阿公讲，这田就是爱家己留好条。为什么爱留好条？因为这是咱足济代传落来，所以袂使家己卖掉还是安怎？哦，就是为阿公安尼一代一代传落来。嘿啊。啊无你换你挽一粒，你看起来上好食，互我食好。上好食，上甜的较红的，我看一下有无？有，只一粒。好，来，互你。好，我看。这粒吼，较无共，就较脆脆。脆脆。嘛是足甜好食。这是
是我的爸爸邱宏凯，伊今年44岁。这是我的妈妈陈美惠，伊今年40岁。是，我是恁姊啊。不是啦，因两个拄则为田恁转来，我想要对恁讲恁辛苦啊，爸爸妈妈我爱你。哦，你在考路看？无，你无，我无确定的啊。无啦。那两滴啊，那两滴。来，大家来办干嘛比赛？创啥？给我来。要创啥？办干嘛比赛好不好？要比什么？将办5分钟，啊分做2队好不好？查甫的一队，查某一队，安尼敢好？好，开始。爱有红的哦，你爱找有红的哦。这点没。有无？这点没，5分钟还未到呢，加油加油！阿姑讲爱比上标准的。比上标准的对无？所以因班遐济无一定赢。哦，紧的，你办你的，我办我的。这啷紧较红的，袂使较有感觉色的。你来会使，紧，这较济，因为顶悬扣板较济啊。你看，慢慢安尼，你我讲觉。他们会样。你敢有把握？有啊，一定有的吼。阿屁来遮，紧嘞，来遮倒看。紧嘞。阿屁，也是讲哦，咱莫去牵迄绿色，你去甲因的头食去咧。你也讲袂使呢。阿屁讲好咧，咱派阿屁去甲头食好无？阿屁，紧嘞，你去甲头食。紧嘞。你讲，你去甲哥哥讲，哥哥你办的就红的。这就较济，就一个背起。出虾米？来啊，看好食。给，来给我头上。创啥？你把弄就红的，你会使分我一颗啊？袂使。你看我就知影你是阿姊因遐派来的吼，佮想要偷客。哇，失败啊！咱的战术是。恁大家班了安那？你敢要搞啊？5、4、3、2、1，是哥哥。好，行，好，行。紧哩，一直是咱赢。会使，阮遮会赢。看有够红的。恁今年5粒上红的出来比赛好不好？上红。哎，无啦，5粒尔啦，5粒。我看一下。这粒买。紧嘞啊！哦，比赛结果2队白手。看，用一桶的来算。袂使，就是5粒来比赛，因为咱头是讲比红度，好不好？白手。哎呦！这是我的小弟，伊叫曾明宪。啊，你即摆在创啥？要啉水。要啉水，啊，敢水敢好啉？好啉吗？这是阮家第12个安妞，伊的个性足活泼，佮伊的成绩足好的。这是阮家第13个上细汉的阿屁，伊即摆咧生草，等下要摕这草去酿茶。这个穿乌衫的是阮小妹，伊即摆咧摕树叶啊、树枝，伊是我的亲阿姊，足介意排球的。太牛了，好用。即摆是要安怎做？大粒甲大粒的。大粒甲大粒的，直接放伫咧鸭内底啊。嘿，啊，假使有看到拔起来，啊，放伫这哪来的？哦，拔起的爱捡起来就对了。所以诶，规鸭拢是大粒的安尼。哎，规鸭拢大粒的，啊，细粒的另外细粒的。哦，好，安尼我来拣大粒的。所以拢爱做斟酌甲
看讲敢有看有别开拢爱迄个啊，爱去用迄个报废。所以对啊，像这安尼，对，这就别去。啊，扣好差不多亲像安尼就会使。哦，就是差不多到第二站满起来就对。嘿，差不多。其实坐伫遮呢，是凉凉的，足凉的。是啦，凉凉的空气，而且佫会当开讲着。这开上凉。这块上凉的啊，系啊，我这傲少年。安尼是安尼的才有。收这啊。收这啊。啊好，我这了解。啊好，你了路。了解。收这啊，我想讲安尼。哎，感觉来经济都无聊咧，汉堡。对。对，为什么？啊，阿嬷摕一条互我食，这别开的啊，这毋是我刚头食。这食起来皮足薄的，加落搁甜甜安尼，汁安尼喷出来，哦，够赞的，够赞的，真正足赞的，紧嘞，恁兜的感觉要上好食，够赞，安尼。汉堡，你无演看卖？汉堡，紧，来啊，要开始啊！开始，演去呀，演落呀！哇，阿嬷，这个真足好食的，比外口我食过的拢好足好食。哎，阿嬷那无食，演得比你个。啊，你感觉阿嬷的个性是安怎？足活泼，足活泼的，为啥？阿嬷平常时安怎活泼，互你感觉足趣味安尼？阿嬷有时阵会讲笑，讲笑，伊是甲你人安尼就对啊。这是我的阿嬷，这片田拢是由阿嬷种的。阿嬷，为什么你会遮尔啊介意种遮个菜？种菜就咱运动咧，啊，恁遮个有通食，唔免搁买。阿嬷呢？你敢知我上爱食啥？种菜啊，我种我就种菜。阿嬷第二个咧？第二个高丽菜啊。阿嬷，你敢知影为什么我就爱来食？啊，你敢知影为什么我就爱来食？啊，你阿嬷无看到阿嬷，你就紧要来催啊。现在无来。手去啊！哦！这个平线进来，加有人！哦，加！想让我弄袂掉。还没去看妹妹啊？还去看妹妹。没事的，没事啦，屁。你无在吃吗？你刚有受伤？刚有受伤？怎样？有无？姐姐抱你一下。后背。继续。你是咱的队友哦。你不想要的啊？雨辰姐姐的球丢到他哪？然后雨辰姐姐以为他的手上还有球，然后就揍在我。啊，那他以为你是球吗？不要紧啊，没事。安尼你去困起来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尼咱要继续啊。好。我要在外面把马鞋拿用滚那个手中还要贴，感觉手上还有。啊，你平常时拢有遮侪人陪你耍哦？有啊，遮好。你感觉你上欢喜的代志是啥物？就是有人陪伴，就是有时阵会相骂。小妹哦，小妹为什么会小妹？要读册的时阵，嘿，会足菜。对，读册的时阵就读。因为小妹伊会伫外口耍，就会足菜。
哦，就是有时阵阮咧困，在在困，结果因就伫外口上啊就吵，你咧困咧睡，就无法度困。你感觉有遮尔济哥哥姐姐敢好？好，敢有啥物无好的所在？无，就足好诶。敢会哥哥会咧甲食饼的时会甲你抢，会甲你抢饼？你拄仔迄饼有互哥哥抢去？你敢哥哥会甲你管无？有时阵哥哥管我是因为爱我。哦，哥哥管你是因为爱你。敢是？哥哥听到会歹势啊。对。菜有多厉你一讲的台语课。嘿咻哦，安尼这有够重的面对不对？哎哟，你哪摕遮济物件啦？你摕这支是啥哈？这个是笨鸡，笨蛋，这支是要创啥的？这个会使装物件。哦，原来这就是笨蛋。安尼咱做伙讲一摆，笨蛋。这两个遮大的是啥物嘞？这是会使底物件米啦，米娜，安尼咱搁讲一摆，米啦。你的米娜内底有这支哦，遮粗的这支，这是啥物？这个是炊仔机，炊仔机，阮遐拢讲手机呢，所以你拢讲炊仔机。哦，安尼咱搁讲一届，炊仔机。阿屁摕一支比炊仔机较细支的，这是啥物嘞？这是扫西音嘛，扫西机嘛，这是倒位来的？为迄支扫帚挽落来。哦，原来就是扫西顶管办落来。安尼咱搁讲一届，扫西机嘛。安尼大家敢学会晓啊？学会晓啊！食饭哦！好，阿嬷紧诶。第一届甲遮尔侪人斗阵食饭诶，有诶是这两工仔无啥看到诶，哪会食饭就来？到出现啦。哦，我实在来食饭。嘛，因为今仔到休困。所以是休困日拢会转来。诶，哦，所以这是放假高场这个小姑丈，小姑丈，这个三姑丈，三姑丈。哎，哇！你会感觉讲遮侪人是会足吵是安那？没有，没有，就老人介意老人。就是哦，腰身哦，这阵转来我米红搁减一半的。奇怪，顶礼拜打嘿，的。啊，哪会水搁剩一半？较早因阿爸要地地嘛安尼，足爱留个咧。嘛做爱啦，你讲阿公。阿公嘛足爱留个，阿公若礼拜拜啦，因遐若转来人足欢喜。足欢喜，所以足欢喜才会孙啊，拢转来啊。系啊，伊拢嘛不时讲讲，哦，我有13个孙呢。啊，大家偌乖咧。真的，看汉堡就知，你做代表足乖，是吧？今天啊，我看见。阿公偌疼咧。其实我感觉会当安尼苦做伙，大家感情搁遮好，就是毋是讲干那过节才会转来这款的，我感觉是足幸福的代志。而且因个年会拢搁差不多啊，其实足侪佚佗看。汉堡，你感觉讲大家遮侪人斗阵，恁会一直继续到什么时阵？就是一直啦，一直会继续。一直会继续，你希望一直继续落去。嘿，就亲像姑姑因安尼放假时阵就会转来，啊，不就是有闲有时间的时阵就会转来遮做伙耍，大家拢会使做伙哪食饭哪开讲。哪开讲？哦，阿嬷生到这孙有隔代啦，你看，对你遮好就对。好，食饭，大家拢足好诶，对啊，足好食。好足好。我有准备一个节目要互大家。对，咱有准备一个节目，食食煞袂。咱做爱准备开始啊！大家好，掌声鼓励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活动主持人怡贤。因为你来这里要到啊，所以今仔日阮举办这个活动，要感谢采用阮大汉的4大人。即讲听讲宫中有代志发生，大家互相相答，
调停搁伫咧背后讨论，哈哈哈！这世间的风风雨雨，并非一概可解。调停吵吵闹闹的，百姓受苦，拢是定有的代志。安尼落去，天下大乱，百姓受苦，若较早处理恐惊，哈哈哈！我伫遐讲的，福气生灾福，恶气生霸灾。所以一个国家若想要久久长长，那内部就是你我相搭。过来，我有一个活动，请大家囡仔在手内底的牌摕起来，抽到要感谢的人，愿意啥物的人，请站起来。好，有像，阿屁嘛死掉啊！哎，位上大汉的是你讲。我要感谢我的老爸小洪凯，就是伊常常会教我做人的代志，嘛会教我麦考。做菜的时阵的道理，就是安尼。莫姐，让姐。啊，金姐。你来玩哟。我爱感谢我的妈妈，因为妈妈才让我大汉。好，掌声。我要感谢阿嬷，阿嬷饲阮大汉。我爱跟你接。哎，阿妈小起。感动啊！过来，最后一个，请迄拍鼓甲拍锣的。来，我用掌声鼓励者。汉堡伫因厝内是排第9个囡仔，就是伊头前有真侪哥哥姐姐，后壁嘛有弟弟妹妹。加做一个哥哥，伊嘛是会照顾弟弟妹妹啊，做弟弟妹妹的模范。啊，毋过伊做一个弟弟的时阵啊，可能哥哥姐姐甲因讲，哎，你袂使安尼啊，是安那？你去斗相共啥？伊嘛真愿意斗相共，顾头嘛有顾着尾安尼。我其实是足欣赏因安尼是一个大家族，厝内底的人就像因即马共款，就是阿嬷兜永远拢伫遮，若是想要转来，遮拢会有人，阿嬷拢会伫的安尼。啊，无论讲你是欢喜无欢喜，会当转来分享，会当转来透白你的心声，安尼我感觉拢是一个足赞的所在，足赞的一个方式。来哦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开始。我爱杭州建桥，敢若毋是呢？恁偷看哦，恁来遮甲阮偷看。我那么好啊！是拢蛮好啊。呀，咱等。恁一定袂赢。他害羞，看到漂亮姐姐都害羞。哎呦，害羞啦，搞当做恁同学就好啊。这同学年纪有较大一个。哎，妈妈她大学。内底有一支这是啥？这是手机，手机？你是要讲吹仔机？毋是，阮遮拢是讲手机。恁遮应该是讲吹仔机，阮遐才是讲手机，对吧？好，无要紧。